各位朋友大家好嚇，今日就1月18號星期一，今晚呢就推介兩隊英超畀大家參考下，一隊呢就係狼隊對住紐卡素，狼隊呢就好多場都冇輸過盤㗎啦，對住主場對住紐卡素，正0.75。我今晚睇好狼隊主場可以穩守住紐卡素，今晚就鍾意狼隊件波衫。另外一場呢，就係維拉對住愛華頓。維拉呢就近排成績呢就一般般，都還算可以，但係愛華頓客場呢就係好難守得到維拉嘅攻勢。所以今晚我就鍾意維拉件波衫，維拉呢主場讓0.75，想更多嘅精選嘅波衫，請留言，再分享下、轉發一下畀啲朋友訂閱一下。好，今晚呢就到此為止，聽日再見，好，拜拜。